这个屏东经过12年，才有放这个国庆烟火，超过16000发这个烟火弹呢，放的时间正好有42分钟，搭配这个高响角的演出，和现场的观众情绪受够激动，继续透过画面，带咱来感受这场台湾历史上上爱久的国庆烟火。3、2、1，总统蔡英文伫个府中亲身放国庆烟火。 16000发的烟火分做6个主题，伫夜空中开展，火球烟火伴随高响角，引起一波一波的高潮。这摆国庆烟火放的范围有200公尺，跨有400公尺，关键烟火搭配出动无人机的表演，表现出气势十足的画面。 烟火弹42分钟拢无停，挑战史上上长的纪录。声光的效果有够震撼。总统蔡英文致辞时，嘛对屏东县政府提升观光真肯定。我们选在这个热情的屏东办理我们国庆的烟火晚会，代表呢我们对整个我们台湾南部发展的重视，也代表我们对潘孟安县长的执政的肯定。 我相信今天大家看完之后，一定会再有一次我屏东我骄傲的感觉。虽然屏东和平公园尾暗有落大雨，后来雨有较回，烟火放了真顺利。台湾史上放的时间上长的国庆烟火，照亮国庆之南的夜空，嘛为2019国庆日做一个完美的结束。